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风台早起暴风关卡到恒春半岛，风台继续减弱，可能会真做是热带性低气压，也毋过各地风雨嘛是搁真大。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共化效应的影响，依然落大水雨，苏澳水因一战流悬，南方澳冒土石流灾情真严重。中华关东风所搁针对文雅科目场采验，又搁伫鸡卵、鸡门甲鸡屎验到分普年，关政府加重处罚12万，搁继续关切。来看气象署继续针对轻度风台防风发布陆上甲海上的风台警报，强度有较减弱，暴风圈嘛有较小，嘛已经吸到台湾南部的陆地，对嘉义南岛以南各花莲台东造成威胁。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而我们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其实它现在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下线，它的云型结构是比较差的。那这样子垂直风切比较大的情形之下，它未来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还有逐渐在减弱的趋势。不过目前呢，随着它逐渐的接近，我们在海上、陆上的警戒区域还是没有改变。陆上警戒区域包含了嘉义以南、还有南投以及花东这一带。那在海上的警戒区域，则是包含了台湾的东半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我们从路径显示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台风它未来呢在今天晚间左右就会通过恒春半岛这一带的陆地，并且往东北方向移动。这段过程也有逐渐在减弱的趋势，因此在明天的凌晨，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左右，它就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在明天的白天往东北移动的过程，会进一步的变性为温带气旋。那这段期间的话，还是要留意台风它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这样子的整个环流的风场会为台湾附近带来一些风向上面的改变，以及沿海还是有一些强风的情形。这是今天的中午以前一直到下午的这段期间，可以看到这样子东风还有东南风所造成的降雨，花东的这一带降雨是比较明显的，而基隆北海岸也有一些局部符合的影响所造成的强降雨。至于在下午的这段期间呢，随着风场上面我们台风逐渐移动到台湾的南段陆地之后，风场上面东边转成偏南风，而在台湾的海峡这一侧是一个比较偏向偏北风的情形，所以说在基隆北海岸到北部的这一带都会有再进一步的强降雨出现。至于到了周四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期间呢，在偏北风的影响之下，北台湾、北部宜兰这边的降雨会比较明显。而后续呢，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其实在北台湾这边还是断断续续有一些降雨的情形。风台往台湾的西南部移动哦，强度是继续减弱，暴风圈嘛较小，陆上警戒范围是剩嘉义以南。如果今仔暗头啊会登陆，可能嘛为轻度风台哦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也毋过气象署提醒高雄、屏东要爱注意，可能会透10级的强阵风。受到风台影响，国内线今仔航班是全部取消，代替东部干线对号列车暗头啊进前哦拢停开，各提今仔规工哦拢提供专车自由坐的列车。今天因为台风的因素，可能不一定会到罗东。因为风台代替伫阴暗6点进前，像南往台东的对号列车拢停驶，区间车爱看状况机动出车。Due to the typhoon, all scheduled trains are cancelled today. 高铁第12日取消原班表，实施全自由座的模式。按南港左营2平点站，每点钟准时发3班车。因为中南部停班停课，台北站坐车的人无偌多，受到影响的大部分拢是外国的旅客。按上山机场处罚的国内线班机，12日全部取消。机场大厅是空啰嗦，刚好少数人客来改票。气象署持续发布防风台、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前几点钟风台出现关键站分离，暴风圈缩小，持续减弱，可能伫暗头啊上陆，往东北方向移动。不过在这段过程当中，台风的强度还是有持续减弱的趋势。我们也不排除它会比较提早一些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这3天累积的雨水量，前7名拢伫宜兰。东澳岭突破1062毫米，东山乡2个测站嘛将近1000毫米，苏澳站超过774，罗东嘛超过760毫米。专家分析讲，这边东北部落雨较属伫低延时，落雨因素主要是强盘效应雨水带。傍晚6点到晚上9点这几个小时是它降雨最显著的一个时期所谓共办区原先是判断是在石垣岛到那霸之间但是它这个区有稍微比较靠近宜兰这个地方。根据气象署的资料，以所有站的观测记录来看，
在于迄天雨水量有648.5毫米，上大时雨量是130.5毫米。敢若较输2010年梅季风台，迄阵嘛是东北季风和风台强盘效应所造成的强降雨。记者综合报道。昨因为风台的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强盘效应的影响，依然是落大水雨。昨暗所有的连外道路是拢无法度行，上严重的所在水淹一层楼悬哦。有民众是讲毋捌看过雨落遮尔大，国军嘛来协助救灾。雨落未停，水已经淹甲路拢看袂到，路边的变电箱敢若是因为淹水小到，先“砰”一声真大声，规条路的电火拢熄去。风台外围环流，佮加东北季风的强盘效应，宜兰地区的雨正惊人，所1点钟的雨量超过120毫米，真侪所在水淹到腰遮悬，连救护车拢掉喺半路。快点过腰了，赶快出来！水愈淹愈悬，消防人员用手电船甲人救出来。行动无方便的10大人是由消防人员挨出来。到8日暗10点半，已经救援27个人，撤离112个人，总共139个人伫咧所电工所避大水。偌久唔捌拄过这么大哦！照顾你一下子水就跑出来了啊，进到客厅的啦，也是有一点紧张啊，也会怕啊。所对外路拢淹水，要救援真困难。开船呢？南洋隧道开始去开船。所店长李明铁讲，规个所市区怎么强要变成一个孤岛，有的所在水淹到1层楼悬。我们对外的道路其实都已经淹水了，车辆也没有办法进出，因为整个苏澳溪的这个溪水暴涨我们阿里史抽水站一直抽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水位降低。路拢淹水无法度行，民众是赶紧避到2楼去里，军方派 AA 车2车突击车来救。气象署讲，风台暴风圈已经进入南部的陆地，有可能伫咧拜三晚暗左右登陆屏东，会继续观察风台减弱的程度，决定解除警报的时间。气象署讲，宜兰的雨会慢慢愈来愈细，不过伫拜三台东地区雨会较明显，抑过闽北的归人北海岸也要注意雨会正大。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宜兰苏澳溪溪水倒急抽水站是未付抽水，造成市区淹水，有上千户嘛拢淹水上深是淹到要1层楼悬，有民众的车停伫饭店的地下室，车拢浸水了。南方的南兴里有土石流，灾情嘛是真严重。地方是呼吁中央，要爱赶紧来核定苏澳溪分洪道的工程经费来治水。在民部用摒扫架出来淹水物件拢搬出来，宜兰所有市区因为所有溪水涨起来，中原路、新爱路拢淹水，水上悬淹超过1层楼悬。无拢内面拢无半项啊，拢歹去，拢歹到拢淹出来啊，含免去嘛拢歹啊。一层楼已经满。伫所有市区真侪车因为淹水掉伫咧路中，国军为着要紧急救灾，开装甲车入去灾区，有民众的车祸装甲车挨过规台海去。饭店这边有没有跟你们说赔偿的？完全没有，他现在的表示就是说要我们自己联络保险。所有延坡饭店地下室淹水，造成旅客停伫咧地下室的车拢予水淹去，希望饭店会当赔偿。双方也搁伫咧协调。南木澳地比江附近后壁发生土石崩来情形，南平里的路怎么也搁淹水？民众出来拢是土石落5枚，正无用伫咧清理。消防员协助地势较低的灾民，经过错漏的所有溪，为民真惊险。这条所有溪和地方定理是造成所有市区淹水的主要原因，因为河道弯弯翘翘，就算是下楼已经有写阿里斯溪抽水站，水也是倒灌入去市区。紧的把这所有溪分洪道做好，才可以让我们苏澳免于又10几年来一个这个淹大水，我想民众都很痛苦，然后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中央已经规划伫咧顶楼设所有溪分洪道，不过因为建筑原物料起价，总工程经费自50几亿增加到75亿，行政院也有20几亿的经费也未核定。地方希望中央赶紧核定经费，启动工程，避免所有搁淹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的罗东五家甲东山乡，昨暗嘛因为落大水后，真侪所在拢做大水民众厝内的家具、电器拢浸伫水里，风搁真透，有民众的车牌嘛风吹甲碰见今仔早起雨有较细也毋过有一寡路段，地下道的积水嘛是搁还袂退，车是袂得过。
眼前水因规片已经无看的路，宜兰罗东镇的新城二路、我国五高架边啊出现淹水，富农路3段也发生淹水。在罗东的富农路3段积水还没退去，水淹到成人的膝盖高，甚至这里更是部分住户唯一的连外道路，交通因此受阻。昨天我们里面，我自己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个大腿这边了。哦，没办法，不要出去啊。没有路了吗？没有啊。富农路的灾情真惨，愈往巷仔行，淹水愈严重，水灌入去街基面的家区家电浸水损坏。当地镇长吴秋玲甲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到场了解。除了外面的这个其他我们5个大水系统，它都已经满水位以外，个就是雨量这大，它一时没有办法宣泄。市区方面，只剩长城地下路少数地方有积水，抽水车透早就到场将水排向水沟，有不少技术到了后才发现路未通。这里就是地下道。受到风台影响，为宜兰带来大水河，当地经过几暝大雨，包括罗东五家东山拢有灾情。今嘛部分地区积水提起，住户家店头也赶紧变少。储汤室的东西。泡水一些器材那些东西啊，30公分左右吧，因为墙壁它有痕迹啊。我们的物资啊，要给那些食客免费用餐的食客的物，都已经湿掉了。这场大雨，唔但互住户甲店头生活受影响，更有未少的车牌互大雨拍落去，路上不时会当看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花莲的马太安溪溪水涨起来，伫初10的暗时哦，溪水嘛已经流到万影乡的民利村，水2公路阁还未退哦，雨阁落未停。今仔早起溪水是真岔流，大高山往北拢是水哦。空气的画面嘛当看到讲有真侪所在拢是土水，万应国中哦嘛拢是土水。这里是表示讲会继续想办法来查水。土沙水一直对大排迄边冲过来，真侪冰体拢淹伫咧水内面，画面真惊人。这间冰体伫11下昼工程人员将斗相共清土沙，不过11暗又过来几落波正强的土沙水，影响的范围也阁扩大。7、8点吧，货柜哦，还有车子嘞，就是很多人在叫啊，什么东西又过去了这样子。前天、昨天。到现在，我一直在看着自己的住家家园，已经毁灭成这样。923没有像这么严重，因为我昨天去破口看的时候，几乎是一半是往我们这边。4、5个厝厝徛伫咧悬的所在，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厝户大水淹去。对空白图看，明利村地势较低所在，拢互土沙水淹过，只个人看到几个厝顶挂。花莲的雨势一波接着一波，而袭击万荣乡明利村的泥流甚至比昨天还大。现在花4、5道路已经往前再继续封闭。花莲县长徐正伟也赶来明利教会实在受灾的情形，水利署讲会继续做挡水的措施，不过就要看水量状况才会当进行工程。万荣乡公所先对主张有关的会影响到的这个有先的这个撤离安置到原则上，我们持续会去掏一些大型的土块来做补水的一个系统，但是可能没办法一直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效果。这里在万荣国中旁边的台九线，可以看到这边也被泥流袭击，地板都是泥泞不堪，记者连要走路也都看起来非常的难走，而后面的工程人员也持续在做清淤的动作。万荣国中内边也淹水，这款土沙水拢是对运动场边啊、树叶的排水孔灌入来。这边的水比较排送的完整之后，然后才有办法请工程进来帮我们再做一下清淤的部分。掌握到可能有一位孩子家里面可能是有被淹没的情况。校长讲以后会加强树叶的修理，希望莫阁发生这种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哦，台东县的山区累积将近300毫米的雨量，伫太麻里乡甲金峰乡雨势就上济。太麻里溪水哦嘛起也嘛涨甲真悬。乡南村溪头社区透早有民众就发现讲水嘛已经流到社区了。县政府是赶紧派怪手去挖水道，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准备要求当地民众撤离。环流水溢出范围扩大，太麻里乡乡南村溪头社区居民伫爆发边水溢出溪水，行到这批社区。
当地居民讲，北风灾抢修了后，太麻里溪南北两边的爆发关度不同，南边较低。这摆风台溪水无大，暗过水刷向南边流。县府早起赶紧派怪手引流水道，暗过居民认为效果真有限。大水来的话，那个沙石还是一样啊，在河床里面啊，这根本都没有用啊。如果这个比较大的话，就可能会满堤过来，会造成相当的影响。可能就是说晚上的话，可能状况怎么样，要请他们一起都是撤出这样。居民讲，县府每年拢所准溪埔山州暗过南边的溪埔沙愈来愈悬，希望县府应好好处理。这一次的抢修过后，我们预计会在那个地方去增设相关的防洪墙，来减少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因为太麻里乡山区以湾一直都有大水库，溪水抢起来个暴重，县府表示已经准备30个太空包，会陆续囤置的疫流的爆发，可看测水费，防止溪水淹入社区。记者综合报道。风台的暴风圈透早就吸到恒春半岛了。南部昨下晡开始风就真透，屏东的恒春半岛是有8级的阵风，小琉球嘛有9级的阵风哦。有真侪船仔拢去大平湾的港口去避风台，肯定大家嘛是冷冷清清。风咻咻叫，红线飞到外高市厝，风台暴风环境已经接触到台湾。垦丁南湾的海涌一阵一阵，因为屏东县今仔日停班停课，规条垦丁街啊无啥物旅客，坐乌多巴的店头，有的甲机车绑起来，有的停伫店内，避免雨风吹倒去。等于拢无人啊，佮减几成。若莫暴风台，阮还佫有外国客人去做，进步的拢无啊，所以阮车嘛拢收入来内底啊。因为停止上班上课啊，而且大家知道台风就比较不会下来垦丁，该遮的遮一遮啊，然后该绑好的绑一绑啊。海涌拍起来，海水淹过报岸边，海巡人员伫沙堡巡逻，确认无人挖进海边啊。小琉球无落啥物雨，但是风速的部分，气象署的资料，昨小琉球阵风有9级，今仔日嘛有7、8级，比恒春半岛的风更较透。昨天那个浪高大概2至3米啊，应该是这个台风整个已经那个消散掉了。它今天风蛮大的，但是就是没有什么雨。东港东流线11、12全面停驶，渔船甲交通船拢停伫大平湾的港口避风台。气象署预估，风台的中心下晡时会对屏东入来，民众爱随时注意安全，提高警觉。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中共透过中央电视台讲要挺改台独，佮讲要动员全球的国际刑警的组织来抓咱台湾的立委审批杨。咱国陆委会是强调讲，中共是无咱台湾的司法管辖权，会甲外交部甲国际盟友做伙来研究安怎应用。总统赖清德正正是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站出来相挺。韩国瑜伫下晡嘛做出回应，伊讲总统爱伊城湾，这是家己破病，爱别人食药啊。我们要以守护民主自由的方式的，要让中国不能够再恐吓台湾。好像希望中国对待威胁到家己就好，民进党提委审批杨，互对华指控涉犯分裂国家罪条案上班，讲要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全球联保。陆委会也强调，中央对待无司法管辖权，会配合外交部甲国际友人严厉反制。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我们都会保护我们国人的安全。好。他对台湾一点拘束力都没有啊！那此外，其他特别是自由民主国家啊，尊重人权的国家都不会去引渡。立委邱翠静呼吁朝野全国爱团结，唔通互中共接手。按国总统赖清德12日，发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站出来，引起在野党不满，质疑外交部甲陆委会监视设计。那既然行政体系没有办法，赖清德总统觉得他没办法做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成立一个立法院两岸事务因应对策小组，来去因应这相关的事宜呢？我们尊重贵院的决定。到目前为止，你所了解，我们认为中国虽然跟60几个国家签订引渡协议，但是过去我们国际上有所谓的政治犯、良心犯。不引渡。你的回答哦，我替陈柏阳烦恼呢。世界偌济人会当配合中国来抓陈柏阳的时，到你目前为止，
你唔知影。中共一直恐吓美国学者格莱希表示，台湾政府咧积极伫年底进行重新安排赖总统过境美国，就是会避免因为明年川普访问中国受到牵动。格莱希学者他是根据他自己的推测，在心理上来说，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探访我们的邦交国，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什么时间不知道。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表示，宣布清楚总统什么时阵出国访问，暗过侨胞绝对入境，国家元首、副元首应探视邦交国家、友好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文雅跳舞场的技能验出有砂糖剂、芬普尼。中华县的东风所连续几日拢有去加调采样，嘛伫技能佮加门甲加洗验到芬普尼。县政府即马是加重处罚12万，加调嘛还佫继续管制。中华东风所的人员来到加条准备采样，中华文雅跳舞场出产的鸡卵验出芬普尼了后，引起社会不安。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自初7到11拢有去加条采样进行复检，经过检验，结果显示也是有验到芬普尼。芬普尼蛋鸡管制厂复检样本再次检出，该蛋鸡场持续进行移动管制，县府动物防疫所将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加重裁罚12万元之罚款。中华县府表示，初10日时针对鸡卵、水、饲料、鸡毛甲土壤检体送中央特产会检验，结果显示，敢若伫鸡卵、鸡毛甲鸡屎验出芬普尼，其他检体验无芬普尼。都学者指出，袂当完全排除饲料内底有芬普尼的可能性。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杀虫剂，可能微量蓄积在食物里面，那从饲料里面鸡只吃了以后，它因为鸡只它长期时间累积下来，它可能会有验出很微量的芬普尼。县府表示，10月有个针对鸡巴内、鸡肉、脂肪、鸡卵采样送检，嘛继续对文雅跳舞场进行全面的移动管制甲监测，封存全部的鸡卵。目前也已经移送检调单位侦办，理清详细污染原因。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初7开始拍卖猪，初7迄天全台湾是拍卖28300只猪平均1公斤是103块。昨是拍卖25900只，也毋过平均的价数刷落到91块，拉超过1成。农民嘛真烦恼讲会阁继续落。全国肉品市场经过半个月停止拍卖了，初7开始开放猪仔拍卖。初7全台拍卖猪仔是28300多只，平均每公斤价数103块。前11拍卖降到25900只左右，暗过价数那个平均每公斤91块，那超过1成，比疫情之前96块较低。中国肉品市场的部分。昨天的价格是91.99，比前一天100.31跌了8.32元。各市场应该都会鼓励、会劝说那个猪农秩序出猪了。至于说他们在执行上是不是能够确实？担忧啥呢？担忧，市场一定会放的啊，因为冷冻厂已经嘛一定会放低落来啊。供货量大于需求量。婚林地龙表示，若每一摆出猪100只来算，平均价数60块，总收入就减10外万以上。希望政府应该提出更较多解决方案，或支持配套来协助地龙。这几天下来，拍卖头数介于25000至28000头左右。那在这边也是建议，农业部可以礼拜日加开拍卖日期。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尽量请那个贸易单位不要再去外来的进口猪进来，把我们因为这个事件，大家共体来承担这个失误。婚林肉品市场表示，为稳定猪价，中央用每公斤88块补价来买冷冻猪肉。不过各地肉店肉商买猪仔是用量出价，要安怎进行调节？互公司更较平衡，避免造成猪价崩塌，是各地肉品市场要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专人推赛全支付有674万的用户，是咱国内电子支付的第3名。也毋过最近发生真侪惊慌头路卡的事件，全支付是强调讲资料并无外流。金管会嘛表示讲，已经要求全支付这个月17进前就要交报告。有专家嘛建议讲，像这种电子支付，办信用卡可能比办金融卡更较有保障。若防头路信用卡会当赶紧去要求银行支付。
民众到超市卖着买物件，愈来愈侪人使用电子支付，刷去互诈骗集团定调的。3年旗下的全支付有达到674万的用户，伫业界是排名第3。也毋过最近传出几啊件套路扣款的代志，全支付回应甲系统安全无关，并无资料外泄。金管会表示，全支付已经通报重大有时发生的事件，17进前爱提交报告。被盗刷什么的是电子支付的问题导致账户里面的钱被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这个去盗用的话，那电子支付当然要负责。针对诈团常用的钓鱼邮件简讯涉嫌证，向民众点开连结输入句子，也是 OTP 一般性必备。王文中表示，一旦消费者输入这寡资讯团伙诈团，就袂当将这钱塞给电子支付机构。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盗刷哦，我只有这个卡而已啊。如果有盗刷问题，可能绑定信用卡会是选项之一啊。电子支付爱绑定口座，也是信用卡加更较安全。王文中表示，只要消费者无过失，无管是绑定信用卡还是银行口座，电子支付机构拢爱负责。也毋过有做安专家建议，绑定信用卡优点除了先用后付，也加集团的保障。被盗刷可以跟信用卡那个公司做挂失这种机制，相对来讲是多了一层的那个保护跟保障。当你绑定账户，它可能就直接是扣款嘛，那扣款其实你可能就没有类似的信用卡有多一层保护。针对安怎降低防套路的风险，简庆在表示，特别注意来路不明的配件，银行局也提醒，若收到小单、消费金额、价钱数量无符合，也爱赶紧确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民间团体将对大学生甲研究生来进行压力个社会情绪学习的调查，发现讲，敢若4成的学生面对情绪甲压力有法度应付。伊嘛表示讲，虽然政府有提供心理健康咨商的方案，也毋过实际上使用人数真少所以嘛呼吁政府得爱加强宣传。大概有将近1/4的学生都有明显的忧郁情绪。这几年，台湾学生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想不开，自从心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年有针对大学和研究所的学生做压力甲社会情绪学习的调查，发现敢若4成的学生面对情绪甲压力有较好的应对能力。兵团表示，若是对家己较无了解，面对压力和情绪的调节能力嘛会较无好。有心理师表示，其实感受到压力毋是歹代志，民众对家己状态的好歹敢有警觉，才能安怎看待压力才是重点。像我们的社会情绪学习，在强调说每个人对于自己情绪的辨识跟敏感度，然后自我觉察跟管理，然后在人际关系里面跟人互动的一些人际技巧。然后最终在人际关系或是事务上能够做出一个自己深思熟虑思考后的一个负责任的决定。调查报告嘛显示，有97%的学生是支持心理健康方案的，不过有去心理咨商的敢若20%，嘛有部分的学生会用 AI 来排解心理健康的问题。兵团表示 ，AI 虽然方便，不过也是有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呼吁政府应当爱强化心理咨商的服务，让学生勇敢接受心理咨商。教育部是回应讲，今年有决定1亿元的经费用伫135间大专院校，每年会来推动社会情绪学习计划。教导老师怎么样在课堂上融入这样的一个概念，让学生可以自我觉察到自己的一些情绪的状况。如果有情绪不佳的状况时候，可以适时的跟老师或是学校的辅导人员来适时提出相关的一个需求，做一个协助。兵团表示，希望这份调查报告会当帮助到相关单位，学校嘛通透过这份报告协助学生来面对压力，也有情绪，打造幸福校园、达成健康台湾的环境。记者陈心东、王志刚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参议院伫70的暗时，以60票支持、40票反对，通过一项临时拨款的法案。这法案是有机会让美国历史上上久的政府关门事件赶紧收煞。伫法案通过了后，还阁交予众议院来表决，上紧有可能伫美国时间12日下晡来表决。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天国军人节纪念仪式，对众议院议长强生加参议共和党领袖涂恩致意。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to John and to everybody on a very big victory. We're opening up our country. 川普谈8位民主党中间派议员伫咧吹集倒向共和党这边投票支持妥协方案，全称讲是胜利，也是结束国会僵局的关键。I am very, 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say that we are coming to the end.
众议院议长强生崔站伫咧参与通过结束政府规模法案了，通知已经休会53天的众议院议员赶紧返来华府。因为政府规模造成要甲1200航班取消，阿肯色州的众议员克劳福甲密西西比州的众议员凯利会做伙坐车去国会。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范欧登讲，伊会骑16点钟的奥多拜赶去华府。政府规模这段时间，公共服务甲社会福利拢受影响。Holidays are coming up. How much these shutdowns are affecting the holidays, as well as people getting to their families. 因为政府无运作，影响航空业。运输部长达菲讲，公共交通管制员伫政府重新启动了后48点钟久内就会当领到薪水，不过是先领7成。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按算伫咧12下昼，针对恢复联邦机构资金运作进行表决，结束自10月7日开始，连续42天的政府规模。法案也暂缓川普政府缩编联邦人力的计划，确保明年1月30日前未有裁员。众议院议长强生讲，这项法案伫众议院应该会当顺利过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英国法院将针对英国史上金额上大的洗钱案来进行宣判，判来自中国的主谋钱志敏11当8个月有期徒刑。这人伫中国设公司诈骗将近13万人投资，金额是超过400亿人民币，落尾逃去英国，利用比特币来洗钱，去年红掠起来。因开发高科技健康产品，甲 Bitcoin 挖矿做广告，结果是诈骗。有将近13万的中国投资人受骗，总金额超过400亿的人民币，大约是代票1800元。今年47的钱志敏伫英国被抓，要求英国伦敦南华克皇家法院以洗钱案判11年8个月。We seized over 61,000 Bitcoin, now worth approximately £5 billion, alongside other non-crypto assets valued at more than £20 million. This currently represents the largest confirmed cryptocurrency seizure anywhere in the world. 去年4月2日，伦敦警方伫英格兰北部约克市钱志敏洗出的所在执行逮捕令。Do you speak English? Take a deep breath. We believe you're Zimin Kian. Okay, you're under arrest. You're going to be arrested for money laundering. 警方讲，钱志敏伫2014到2017年之间，用假名张阿德伫中国策划大诈骗案。甲骗到钱转做 Bitcoin 资产，然后伊用假号召走去英国。2018年9月，想要买房地产来洗钱，所以引起警方的注意。另外，伊住伫伦敦，租金超过17000外英镑，大概代表70万的币种。住伫英国的时阵，伊的生活毋是拍电动，就是咧网络买物件，甚至伊阁想要踮欧洲找一块无主地，成立小国家做女王。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莫卢，被指控受俄西围标等142项的罪名，法院是下令抓人，检方嘛求处超过2000档的有期徒刑。伊所属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最近嘛行上街头抗议。外电报道指出，连续几日假期路抗议，虽然规模创10年来新悬，但过大部分平和。难在冲突，和313人做着拘留。但是焦点就是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被控贪腐等罪名案件，还在审理当中。不过法院下令先选去加价。美联社报道指出，因为共和人民党进前举办，共是170万人的大会，针对按算2018年总统大选，要推举伊马莫鲁做因政党唯一的候选人，然后就传出法院下令正式逮捕个移假的消息，引起共和党人民的不满加一直抗争。İçeride bu sorgu sürdükçe, içeride bu zulüm sürdükçe, içeride bu baskı sürdükçe biz de demokratik bir şekilde 55岁伊马莫鲁伫2019年当选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的市长，迄时阵被认为是对执政党的一大打击。虽然敢若是地方首长，不过伊马莫鲁前一摆公开表态，主张瓦向欧盟等西方国家。另外，伊支持 LGBT 族群权益，也将符合欧盟的立场。所以伊马莫鲁被关个被揪出动刑的消息传来，除了伫国内引起支持者的不满，欧洲理事会要求土耳其当局马上释放伊马莫鲁。德国政府批评土耳其是咧进行司法迫害，是民主倒退路。外电报道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咧排除连任的障碍。
根据外电引用的土耳其官方资料，伊马莫鲁被控的142项罪名，包含组织犯罪、收乌色钱、参加围标、盗夺个资。另外，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迫害库德族，也被控支持列名恐怖组织的库德工人党。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今仔高雄市停班停课哦，昨下晡开始，山区的民众就先撤离，目前嘛已经撤离320位人。也毋过哦，市区是无落雨，所以未少人嘛去百货公司踅街看电影。高雄气象站是提醒讲，天气嘛是个无介稳定，随时哦会透风落雨，海边啊嘛有灯影，所以民众爱特别注意。我们不会那么强硬的，他们下班之后再上去。高雄木林公所的人一打去通知民众爱做预防撤离。虽然高雄山区也无啥功课，不过气象署评估风台也是伫高雄带来风甲雨。高雄12是停班停课，市府也对11下晡就开始针对桃园木林南马社有医疗需求的民众，也是有新的民众做撤离。到12透早已经撤离320人。我先写这个资料。弟弟在吗？他也要上去哦。早起高雄市区无啥风雨，不过海边啊大影一波接一波拍起来西雅园的海墘，经过的人甲车拢特别细致。虽然海墘已经有封锁线，不过也是有好闲的民众会走来西雅园看景。海巡甲员警也拢加强巡视管理。鼓山分局自10日17时30分，凤凰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迄今12日，共计劝离29人。鼓山分局呼吁，依据灾害防救法之相关规定，民众不听劝阻离去，最高可处新台币25万元罚款。因为市区风雨无明显，真侪百货公司拢宣布正常营业，有民众透早就走来排队，等要看电影。气象署预估，风台12日下晡才会对屏东一摆。不过透早高雄、台南、屏东拢出现这款彩色的天。高雄气象站讲，这款天色定都出现伫日出甲黄昏，尤其受到风台水汽的影响，出现的几率会愈大。记者柯家祖、柯兆勇、高雄场报道。今仔中部地区，包括台中、苗栗、彰化、云林，拢停班停课，只有南投县正常上班上课。有民众就伫县长柯淑华的面册表示讲，中部5个县市是共同的生活圈，应该得爱公布。虽然风台接近，不过到拜三中昼为止，南投是无风无雨，但是因为中部地区，包括台中、苗栗、彰化、云林，拢是停班停课，只有南投正常上班上课。不少南投人走去县长柯淑华的卖奖页表达意见，认为中部5县市是共同生活圈，应该爱公布，但也有民众支持县长的决定。我是感觉讲，风台内有放假无放假，嘛是爱回归到这个放假的标准，这样会比较好。在台中彰化过来南投上班，你因为安全考量，你要休台风假，那当然就是自己放假就好。学生嘛爱上课啊，那老师住伫台中的是爱来无爱来对吧？你若都爱找代课的老师，迄嘛是较困扰淡薄。南投县政府说明，南投县拜三的风力预测。平均风力4到5级，上大阵风6到7级。24点钟雨量预测平地无到50毫米，山区是50到100毫米，拢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昨天我也有特别到信义，那晚上的时候我还特别打电话给仁爱乡的乡长，确定我们山区的状况。昨天并没有刮风下雨，所以我们做出了综合的判断，就是今天这个要继续的上班上课。带外县市的老师比例增加，那咱现有的所有的老师会用来调整课程甲相关的学习的活动。不过，县府也强调，为着预防灾害发生，南投县风台灾害应变中心也是一级开设，要针对有风险的地区，先预防性撤离有新的负责人、西药机患者等等，预防性封闭桥梁、塔沙包等等，也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小心安全。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亚洲头一摆办极限铁人的比赛，伫台南起过，煞去拄到风台哦。今仔日脚踏车的比赛就先延期，选手会当暂时休困。教练蔡明义是讲，办这活动是真无简单哦。也毋过伊讲，马祖予伊真侪力量，希望讲甲极限铁人运动引进台湾，卖当互世界来认捌咱台湾的宗教信仰。专业脚踏车一台一台摆好势，放伫香客大楼大厅内底。头一摆伫亚洲举办的极限铁人大赛，就伫台南办。11月初9伫正统乐里门圣母庙起过，不哩个煞拄到风台的扰乱，地主10支是脚踏车的赛程，只好停一天，选手只好伫房间内休困。时间上往后挪1天，住宿跟吃
或者这个志工那个都要延长，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他们高兴就好。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政府的规定。这摆参赛极限铁人活动为期14天，有10外国家的选手拢来遮。因讲行过真侪国家参加比赛，头一摆拄到风台卡的情形。其实铁人运动会拄到天气变化的问题，加减嘛有。不过因为风台卡赛程延后，对真侪选手来讲，真的是罕得有的经验。It is what it is. I mean, the weather, you can't do much about it. It's kind of sad that we have to stop. But it's okay. I feel nice that they're trying to protect us. Have any plan? Yeah, I gotta work. Work. I need to work and just recover and just pretty much relax until tomorrow. I know, it's nice. I mean, it's getting windier though. It's much more windy. I've been watching since 4 a.m. because I was awake at 4 a.m. And it rained a little bit, about 5. And now they're getting more wind, so maybe something exciting will happen. 举办这个活动的台湾铁人阿伯蔡冰仪，嘛借有这个机会，带外国选手实习咱本土的马祖信仰。毕竟辛苦几冬筹办的活动，蔡教练上大希望就是甲马祖介绍给全世界，嘛互咱台湾人更加熟悉这个极限铁人的运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南市政府增聘交通助理员开交通罚单，平均1个月即马罚单是增加超过5成，也毋过嘛，互批评讲，甲市民当作是歹仔在讲歹仔。台南市长韦德嘛表示讲，会来检讨，嘛会先暂停助理员开单。穿感觉色的假，伫咧台南市区内面巡逻，因是台南市政府增聘的交通助理员，因有取缔违规开单的权限。自8月上线了，每个月平均开单数目增加54%，引起民众不满。台南市长黄伟提讲，伫咧检讨相关集群也个权限分工进程，先停止执行违规开单的工作。主要目的在于协助维持交通秩序与安全，减轻第一线员警的负担，为兼顾交通秩序的维护与民众观感。对于交通助理人员的工作，本局会持续的滚动来检讨。但是民间团体认为，工作员会当减轻环境的负担，主题违规是法定的职权，也无要求开单业者突然间限缩执法工作，对台南的交通环境有害无帮助。如果是在有争议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更细致的去讨论这些争议来自于哪里。片面的暂停交通助理员开单勤务，我们认为非常遗憾。但因为我们都出去巡逻，如果说没有违规，根本单子就开不出去。然后，如果说，现在是因为那个有压力的问题，我们目前没办法出去开单，但是我们还是以协助警察的勤务为主。即马全台湾6都除了桃园以外，其他5都拢有请工作员，也毋过工作的内容无啥共，只可拿台北、台南协助违规开单。台南市交通警察大队讲，工作员毋但是协助主题违规停车，也佫包括伫路口维护交通秩序，也佫有交通安全宣导等7项任务。市区配置工作员的辖区，伫8月到9月发生的死伤事故，也比去年同期减1.9%。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人用我细细坐山的国家来形容台湾。其实这句话是导演陈立贵改写聂鲁达的诗。陈立贵去纪录片36档路，伊捌记录市民地南洋顶人，伊希望讲会当利用影像来建立咱台湾的主体意识，所以今年嘛得到53年奖的肯定。我注定台湾独立。细细岛山的国家，我咧写迄句的时阵，我完全是为台湾的意向。也是台湾的感情来出发，其实我是感觉真公平啦。会当互这句话变做一个台湾认同的一个通关密语也好，也是讲是一个新的符码也好。导演陈立贵改写聂鲁达的诗，
重新创作写出我细细高山的国家。诗句用伫2009年电南用纪录片《魂》内底，后来有真侪民众引用。陈立贵介意大自然，定定去爬山。伊讲山占台湾土地的2/3，但有268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真水挑战嘛真侪，就哪像台湾的文明。陈立贵1957年出世，台大外文系毕业，伫美国读硕士做记者，嘛培养出对社会的关怀甲台湾意识。为着要贡献所学，伊伫1989年回来台湾。陈立贵拍纪录片到达36年，反映环保运动、女性意识，嘛关注后世民的反抗精神。伊的代表作包括翕署名革命进行式，嘛翕书写海洋史馆的自营河等等。陈立贵毋忘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的历史，这是甲其他的国家，甲咱海峡迄边迄个中国。嘛是非常无共款的，咱来以咱这个土地做主体来思考。陈立贵讲，影响伊上深的，就是文学甲做记者的经验。伫咧注重艺术性的时，也兼顾民众对议题的理解。伊讲拍纪录片，互伊的生命加真丰富。面对未来，伊上毋忘的，就是台湾的民主会当阁继续深化。其实咱就是讲民主化了后，咱就一定是永远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其实就是发现唔是安尼嘛，民主是会倒退，民主有可能是会用民主的方式去甲结束的，像讲德国嘛，迄阵，希特勒因就是即款的情形。啊，所以咱台湾，咱即马上爱注意的就是这点。记录台湾史，也为受压迫的人发声。陈立贵的纪录片是社会运动的影像，也是时间的影像，互伊得到53连奖的肯定。陈立贵也期待台湾的少年家会当继续发现创作咱的故事。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当地罗马尼亚举办的2025年世界健力锦标赛，咱台湾选手谢宗廷伫男子66公斤级的躯架摕到金牌，女子组57公斤级黄彦祖伫体架嘛摕到金牌哦。赖清德总统嘛发贺电来肯定选手真优秀的表现。谢宗廷伫2个项目分别是以290公斤甲215公斤摕到2面的金牌，伫躯架摕290公斤嘛阁再为咱台湾摕到1块金牌。黄彦祖伫体架第3届哦，是以152.5公斤重摕到金牌，躯架是摕到金牌，加起来557.5公斤，是总共摕到金牌哦。伊个人就摕到2块金牌甲1块金牌。这届的世界锦标赛，咱台湾选手到目前为止，嘛已经摕到6块金牌、6块银牌甲3块铜牌咯。再来看这几天哦，红台的台语发音，伫网络有真侪人的讨论。台语的变调是真趣味哦，这里是有真侪无共款的发音，佮有无共的腔口，咱做伙来了解。红台。有网友真正无共电视台安怎用台语讲红台这性质，社群平台嘛讨论甲真闹热，甚至佫发展出难度级数佫较悬的语句，真侪人拢来讲台语练喙花。红系统的红雨效果和红台的红海。敢若红台这性质，伫咧网络顶都有无共读法。根据台语声调来看，有3种。第一种有讲红台的，第二种有人讲红台，第三种是讲红台。台记者嘛实际招民众做回来试看卖。你安怎读？红台。这是红台，红系统的红雨效果和红台的红海。红台。第二点。哦，无法度。其实和华语诗的声调变起来，台语声调加真丰富。以主流腔来讲，包括入声在内，实际上有7个调。有台语老师指出，台语真特别的，其实就是声调变化。一个词，敢若最后一字读本调，其他拢会照规则变调。所以红的红一定爱变调。亲像红台，就有第一优势腔偏将的讲法红台，和第二优势腔偏转的讲法红台。来讲名词的上尾一字无变调。头前迄几字拢变调，若是红台这4字吼，咱无变调吼，来讲是念作红台。若是变调了，台北就变作红台。
南部就变做风台。台语老师指出，大部分的人可能较袂去意识到台语的变调，嘛是因为真侪人用过拢毋捌像华语在学校有系统性的学习课程，也毋过本正就会晓讲台语的民众，其实平常时讲话都会自然变化咯。原来对头届学台语的人来讲，因为声调真侪，佮爱学变调，有影是较有挑战性。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风台来咯，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细腻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